住伫嘉义埔子配天宫附近的蔡成德，自细汉就伫咧庙口大汉，对宗教文化有深深的兴趣甲感情。10多年前，家己学纸糊的技术，甲身边糊帽仔、糊衫，甚至是糊神明像。但蔡成德甲在地文化团体合作开课，望互更较侪人认捌这项工艺。箍伫咧箱仔边，甲要用的纸一珠一珠理好破，浸伫咧水内底，刷来搁爱甲浸前浸好的纸一珠一珠拣出来，包好势，放入去冰箱内底。这个起纸的工课，就是纸糊工艺上重要的代志。啊，这浸嘛毋是放的就好呢，这有当下水的，这浸这纸吼，伊水会这纸会有起变化，一寡化学变化种种，所以这纸水拢爱换。纸浸伫咧水内底，甲纸内底的纤维拢浸好甘水，浸好软。这项工课唔但影响到作品幼路的程度，甚至佫关系到硬度甲保存。除了家己的创作，为着要推广这项工艺，伊嘛配合地方的文化协会来教纸糊，因为无看无佫有详细知识甲技术，甚至佫有人为高雄搬到遮来学。你比如说，你糊一个东西遇到什么问题，你可以随时说，我拿着东西就来找老师，这样子解决问题比较快啦。但如果我是住在高雄的话，你下来一趟也要1个多小时，1个半小时的时间，那你来回的车，来回的时间就浪费蛮多时间的。为着配合旧历过年，上课的内容嘛为纸糊筛头增加新的物件。气功棒在它旁边再轻轻施压，它会让它的春枝更明显。熟悉这个蔡成哲老师吼，啊，因为伊是咱埔子真正的迄个宝啦吼，就是讲伊为着要做将军的头啊，开始家己学这个纸糊的物件吼，我感觉这真正最重要的，所以阮招真侪好朋友对做伙来学。除了上课，住伫埔子配天宫头前的蔡成德，都是出来继续创作。这内底佫有一身破开的纸糊钟开牙。伊讲这是2016年完成的作品，破开就是要让大家来认捌纸糊工艺。大家知影这纸糊吼，伊就是空心的，这传统古法纸糊的空心的，吼啊，因为我是读建筑的，所以佫教有做一个这建筑较常用的这算榫头的部分。对纸糊的付出甲坚持，互伊糊的身面衫也是身面上有愈来愈侪人注意。蔡成德讲，伊敢若希望埔子会当甲这门功夫高恢复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